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愈来愈热呢，恁遐会热无？阮遮已经到40度后，澳洲40度，嘿，台湾几度？阮遮30几度尔，无偌济。安尼阮搁比泰国搁较热，恁伫泰国诶朋友有好无？今仔日咱要来抗疫，为虾米你看我穿安尼，要来抗疫啥物？地狱级熬练啊，就是讲吼，所以爱穿这较凉诶。为虾米讲伫抗疫，就是像迄伫迄地狱咩讲？地狱哦。地狱还是讲地狱？哎哟，学袂晓。地狱内面会有人足厚诶，迄个博士有无？啊，佮有足侪学位吼，啊来非常身份非常诶尊贵诶人，结果去互安那去旷野内面修炼3冬吼，咱有去过旷野诶人应该知影，非常诶心非常热，但是伊去诶即个所在吼，咱即文讲诶是啥物人诶？保罗对无？咱前几届吼拢咧讲伊啊，即文咱要来讲倒转去，伊是对细汉是安怎出来？因为上帝要用一个人吼，拢差不多爱经过训练啦。即款诶训练，比如讲摩西训练40冬伫旷野有无？耶稣要出来以前，要出来传道以前，是毋是有哪伫旷野祈祷禁食40暝日？对啊，差不多逐个人拢经过旷野诶训练。咱今仔日要来看保罗即个人安怎对头到尾，上帝安怎训练即个人，成做一个使徒，是外邦人诶使徒吼。伊诶开始，人讲伊是犹太血统。足纯正诶吼，伊是便雅悯支派诶人，当然伊知影律法啦，犹太诶传统伊拢总知啊。伊个一个甲人无共诶，就讲伊生出来就是罗马诶公民，罗马诶公民占足济好处啦，就讲伊犯罪吼，就爱经过会当皇帝来审判，你还未审判以前，袂当甲伊拍。若讲犹太人、罗马人会当甲伊拍，因为拍来甲来讲，伊迄袂使，犯罪以后，你也着甲有法度人处罚，也袂使无犯法咯。因为伊是罗马公民，所以会当将福音带入去迄个帝国诶中心。这是上帝老早伊细汉囡仔时就已经甲有备啊。这是咱第一点看到。这是为细汉就开始训练咯，毋是为伊悔改了后，对无？对，即摆训练就已经知识也拢有啦，所以14岁诶时阵，拄要当大人啊。14岁诶时就去耶路撒冷，拜律法大师，就是迄阵上界有名诶教授啦，加马列，加马列。后来伊写13张批新约圣经，伊写足济，写足济新约圣经，伊就迄款因为信来称义，就讲毋是靠律法，是靠信约，也就是靠耶稣诶保护，甲咱得救，即款诶意思，伊写甲足清，伫罗马书内底写甲足清楚，就是伊伫即个时阵伫。迄个加马列即个老师诶教室内面来得到即款财物。对哦，这名师呢？老师，我就想着吼，足侪人拢问讲，奇怪，你去美国读硕士对无吼？后来拢伫厝邻煮饭安尼，你会感觉做迄落？我感觉这是足成诶吼，一个磨练对无？抗疫诶磨练吼。所以即个罗马诶。伊个看对。即张咱要讲吼，伊看到一个人，伊有哪有参与啦？伊拍死一个好人，伊有哪有份啦？就是驻罗马迄款神父毕纳多，因为迄阵伊
足残忍的来杀害撒玛利亚的人，所以就互罗马的政府要甲伊压倒转去审判。迄个时阵伫犹太地拄好无官，无官啊，犹太的祭司就利用即个机会，就是讲法律律法执法的迄款空的记啦。因为做一件罗马政府无应允的代志，就是讲用石头甲司提反甲伊定死。本地伊是袂使哦，你随便讲处死人，你就犯法啦，你就互罗马政府甲你掠去啊。因为即阵无政府所以就用即个空窗期啊，就甲迄个好人司提反用石头甲定死。迄阵射了就是保罗啦。射了伫遐其实伊有哪有份啦？伊是个人的衫伊看甲足欢喜的款。系啊，所以咱较知影讲，咱进前嘛讲过足侪司提反的教堂对吧？为着要纪念伊就是即个代志啦第一个去用石头拍。伊是一个执事还是拢真正直的一个人伊无啥物罪啊，查袂出伊有啥物罪。伊要死的时候讲，上帝啊，你赦免因所做，因毋知。那像后来耶稣顶是袂假迄个讲法相像，因为做人民人啊，知影讲人，你甲我定是，毋是因为你怨恨我，也毋是我犯罪，实在是你无知啦，无知识，毋知影无做，足可怜的对，人足可怜。是，所以后来其实迄个扫罗伊就去大马色，伊无啦，咱伫遮会当讲，伊后来毋是继续嘛，定死即个司提反以后，伊个摕到迄个所在的单公文，特别去大马色掠基督徒，共款要掠来讲、掠来拍、掠来就加压是安尼要入去哦。啊，到大马色还未入城，忽然间有一个光照，甲伊拍倒，伊就目睭青眉，倒伫涂骹，后来就拢无看人就甲伊牵入去大马色的城内，后来佫有一个叫做一个个亚拿尼亚就去甲伊击倒，后来伊的目睭就金起来，金起来以后，伊就去阿拉伯的旷野来伫遐静静静养修行3冬。伫遐接受耶稣直接的启示，后来佮倒转来所以伊阿拉伯，咱即摆咧讲阿拉伯是伫倒位呢？因为伊圣经有写嘛，讲叫做阿里达王阿拉伯，伊就来设地啦。伊伫大马色顶讲有一个大马色伊要入去即个城掠基督徒。结果耶稣的光甲伊照了青眉，以后伊就来伫拿巴泰王国的内面，即个王国的首都是叫做佩特拉啦。佩特拉目前是一个观光的所在，因为有真水的宫殿，伊个宫殿是去用迄个手刻出来，伫石头刻出来一个宫殿。所以伊就是迄阵来到即个所在听讲是即个所在是伊算做会趁钱啦，有趁钱因为伊咧买卖是讲女香甲墨药，咱知影东方的博士带3项礼物去看大家出世的耶稣，就是黄金。女香甲墨药，这拢真贵重的物件。做趁钱的就对，所以伊就拄好来到即个所在所以有着足侪迄个世界这个国家啦，就是这个国家啦，叫做拿巴泰王国啦。是，就是足侪人来遮做生意啦，所以伊伫遮拄好买当啉捌足侪人足侪款无共款的。不过伊来遮是伫完全无人的所在遮有都市无毋对，有哪有旷野？伊伫遮就是讲
离开犹太人，离开所有的人群，就来伫迄个遐敬仰有耶稣直接开始，伊遐思想迄个伊较早所读的律法，就是旧约圣经啦，伊所读的爱伫遮消化。佮定看一遍就对啊，进前读的拢是无耶稣，后来叫耶稣救了，发现。来，对，咱即摆看一段对格林多后书11章32到30节，伊讲伫大马色阿里达王，咱当则看迄个图就是啊嘛吼。阿里达王所设的地方官，把收大马色人的城要掠我，就是讲联合犹太人联合政府啦，要甲即个保罗掠起来判罪吼啊！但是我对堂啊用轻，就是用米拿啦，用拿对城墙互人擂落去，对墙仔顶互人对边啊，伊要对门口吹就互掠去啊，所以就基督徒就对顶伫个墙仔所在，对墙仔顶来擂落，啊！伊就脱离啊，伊累到伊也走去耶路撒冷。伊第一届去耶路撒冷，第一届拄到彼得，就是耶稣的学生。伊伫遮以前拢无去遇到耶稣的学生所以伊家己就讲，伊咧讲道理的时，顺续甲要听的人。说明讲我的道理对对未来，讲兄弟啊，我报恁知，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也无受人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伊讲互恁听的道理是耶稣直接的启示，毋是对人学的，也无人家教。所以伊是家己静养3冬了后，走出去，较第一摆遇着彼得吼，所以伊拢真是耶稣家启示的，是。来，伊个家己讲恁捌听见我前伫犹太所行做的，就是捆着上帝教会真忝，来陷害伊，像司提反。互人定死，伊嘛是伫遐有份。伊是物困着教会真忝。困着是啥物啊？困着就是讲破坏啦，逼害啦，我是即款的人，伊讲我本来是即款的人，今仔日为什么我变过来，要宣传即个耶稣的道理咧？伊就讲所有听众，你来想一点，为什么我会安尼改变？伊讲上帝既然欢喜将伊的囝显明伫我，上帝的囝就耶稣，伊启示互保罗了解，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我就无甲人相像，也无像耶路撒冷就近遐的事先我做使徒的，独去阿拉伯，搁倒转来大马色，伊只讲啊做清楚伊讲，上帝既然要安尼启示我，将伊的囝就要启示我，所以我就无需要甲人相像，因为上帝已经直接来看我，我就无甲什么人拢无甲伊相像，直接就去阿拉伯伫遐敬仰，伫遐受上帝的启示，个倒转来大马色，伊个倒转来传道，倒转来人要甲话，本来伊要掠人，即摆话人要甲伊掠。变啊颠倒变，所以对堂互人对落去嘛。所以咱一个总核心保罗一生伊是大生出世伫大数，一个医疗的足大，就是真进步的一个都市啦，大数人然后呢，伊就去阿拉伯的旷野，阿拉伯的旷野以后，佮倒转来大马色。大马色互人用拿对墙仔顶来对落以后，伊就走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阁是有人暗中要甲伊暗杀，所以学生就甲伊送去海港的所在，互伊坐船倒转去伊的故乡大数。去大数以后，就
就待咧真久的时间，直到迄个巴拉巴，咱讲的巴拉巴，较去找，较想着保罗这个人，去甲找出来以后，就带伊来伫安提阿伫遐帮忙，因为安提阿遐拢足济外邦人嘛，因为扫罗保罗扫罗，即阵还佫叫做扫罗，还未叫保罗啊。因为伊有迄个希腊的知识，有足济学问，伊有法度人甲遐个人辩解，所以就招伊来伫遐开始，后来甲佮带伊来到塞浦路斯，咱一直拢讲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其实就是个训练场啦，实习的场所。对哦，头前无听到，会当个转去看头前咱讲的伊伫遐是安那用训练来个真侪所在啊真水的所在塞浦路斯。所以这真正是无简单10几冬对无？3冬了，佮去互一直溜训练14冬啊，来到塞浦路斯还已经经过14冬啊。真长的一个时间呢，即份是堪时做有关系，迄无什么人40冬对无？摩西真是40冬，40冬。所以你看住伫即个所在，咱想诶，啥物拢无但是顶悬佫有旷野，就是旷野诶生活但是羊仔佫饲诶我呢，这上帝饲诶使徒内面有讲到这是我拄则讲诶，其实拢根据圣经啦。另外圣经这段使徒行传第9章20节拢也甲讲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诶犹太人讲话辩论，就是伊甲迄个讲希腊话诶人辩论，因为伊会晓讲希腊话，佫是足好讲，伊佫足好辩论，伊甲人辩论诶时，遐个人就要甲伊刣。所以伊就是讲兄弟就知影，就送伊就去该萨利亚，是一个海港，互伊倒转去大数，倒转去伊个故乡。这是我这圣经写诶拄则我有讲过。是，所以应该是非常圣经就知影啦，对，即若未清楚，不要紧，可以当转去看回播所以保罗做什么？法利赛人，伊是一个法利赛人因为伊是便雅悯支派，伊是法利赛人，律法捌足济，足熬诶就对啊。伊本来想讲遵守摩西诶律法，就会当得救。伊本来是想安尼但是伊伫旷野中间，伊定耶稣诶启示以后，伊定在人物，讲人毋是因为行律法，为什么讲毋是行律法？因为无人做会到无人做会到。若是安尼讲，无人做会到，安尼你靠律法是毋是？绝对袂当得救。所以甲了解，甲了解讲耶稣为什么要替你死？耶稣无需要死，你是物价伊为什么要做出有下遮尔大诶代价？就是要甲你诶罪赎倒转，要代替你诶罪嘛。所以讲人要得救，毋是因为你做好，也毋是因为你守律法，乃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保护洗净你诶罪，这是足重要诶一点。这是伫遐听讲迄个犹太人即份个200几条，你一定爱做诶一定爱守诶，来300几条是袂当做诶所以就是逐工拢爱遵守这个规定就对啦。做袂到啊。系啊，足困难诶所以上帝伫即个叫做足艰苦诶环境，互人困着诶中间甲伊磨练出来，甲伊磨出来就对啊，磨出来伊以后拄着啥物困难，互人拍40个减1个拍5摆，拢袂爱袂讲艰苦。互人掠去看也袂要紧，互人去练诶，照常欢喜，快乐唱歌。这是训练出来真正诶呢你应该就是伫即个旷野诶所在，可能拢有遇到一寡做迄落诶足恐怖诶是
一面做着帐篷，就是帐篷啦。一面咧做着帐篷，一面传福音。伊安尼做，就毋免互教会负担伊诶生活费用，经济就毋免靠别人，伊家己织帐篷咧卖。家己趁钱。所以就甲足济外口诶基层诶社会诶人，就当南做伙传福音互因。对啊，毋是像咱即阵想诶吼，足侪人可能拢想讲，啊无事无代志做，规工着啥物躺平，就是拢淡仔讲用讲诶就好啊。其实毋是吼，其实是足侪人拢做拍拼吼，来传福音吼，啊来搁爱家己生活对无吼，艰苦诶生活吼。所以耶稣嘛有言伊爱，有言啊，讲伊为着耶稣诶名，受着足济苦难，就大声就已经有甲伊讲啦。为着伊诶命要受足济苦难，啊要忍受遮诶苦难，头前一定爱训练啊！你无受训练，哪有法度？毋知影观众朋友，你听到遮，你有愿意受训练无吼？会当甲咱分享者。若就讲有一工，耶稣讲信耶稣诶人爱受足济苦难，你敢会来信吼？所以会有来信诶，来甲家己饲一个赞哦，表示你是一个真会食苦诶人对无？方为人上人对无？中国是有一句话，你看遮老师翕诶，咱拢足水诶吼。遮拢抗疫。咱即阵看起来足水吼，但是会当想看觅保罗迄阵伫遮活安尼，抗疫就是安尼，逐项拢无啦。搁诚热，头徛诚热。你是要安怎来会当经过遮诶迄落吼？搁看遮诶羊仔抢物件食有诶无？因为人遮足厉害诶呢，无物件搁会当食甲遮欢喜吼。有看到青色诶啊？有青色诶树啊吼，树啊草啊拢大诶。好，今仔日真欢喜，嘛真多谢老师甲咱介绍保罗什么消息诶，即几冬伊拢咧创啥吼？受训练诶几冬。受训练几冬？观众朋友，你有受训练过无吼？还是你即阵当你受训练吼？咱想要感觉毋知影，搁要当时吼，你会当来认捌阮诶保罗，认捌阮诶上帝吼，伊会当互你一个做喜乐诶人生吼。你看保罗伊安尼，伊做喜乐诶吼，伊伫家约内面搁写足济批对无？鼓励人吼。好，安尼咱后礼拜搁同一个时间，台湾8:10分，太空7:10分，澳洲2:10分，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哦。咱今仔日嘛是用录影，因为主持人即阵伫飞行机顶悬，要转来台湾啊吼。好，来多谢观众朋友捧场，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健康诶暑假吼。好，多谢老师。谢谢。